美国参众两院达成妥协，参议院周四一致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一法案，以惩罚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根据这项法案，将禁止来自东突厥散的所有进口产品，除非美国政府能够提出清楚和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他们的生产没有强迫劳动。目前，该法案已送交总统签署。俄罗斯本周五发布了2则旨在限制美国和北约在其邻国影响力的提案。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表示，美国已经看到了俄罗斯提出的启动谈判的提议，并且正在与其欧洲盟友和伙伴进行对话。普萨基告诉记者，没有我们的欧洲盟友和伙伴，就不会有关欧洲安全的谈判。东突厥散学者联盟的成员和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一群维吾尔人周五聚集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举行示威，以抗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所谓伊斯兰中国化政策。东突厥散学者联盟主席沙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居住在东突厥散的穆斯林72年来一直是中国的破坏、种族灭绝和同化政策的目标。法国欧洲事务部长17日表示，法国将要求欧盟委员会就英法普语争端针对英国启动诉讼程序。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渔业代表和当地官员后，法国官员表示，未来几天我们将要求欧盟委员会提起诉讼，对我们有权获得的许可证走法律程序。韩国总统文在寅17日在青瓦台同到访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切尔约耶夫举行会晤，共同讨论发展两国关系的方案。文在寅提到，明年将迎来建交30周年，强调新的一年两国关系将翻开新的一页。据报道，推特和脸书母公司 Meta 昨日再次被俄罗斯法院罚款上千万卢布，原因还是未能删除被俄罗斯政府视为非法的内容。莫斯科一家法院今日称，由于未能删除非法内容，已对脸书母公司 Meta 处以1300万卢布，约合17.7万美元的罚款。4位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星期四呼吁莫洛哥政府撤销一项向中国引渡维吾尔穆斯林活动人士伊迪热斯·艾珊的决定，因为艾珊回到中国后遭受拘捕、被强迫失踪、遭受酷刑和其他残酷不人道待遇或惩罚的风险。今年7月，艾珊从土耳其乘飞机抵达摩洛哥的喀萨布兰机场时，遭到摩洛哥警察的逮捕。